靚女會唔會撩鼻屎先？梗係會啦。咁咪即場做啊！做啊！OK。選美大家就睇得多啦，而 ViuTV 嘅真人 show 節目《美選 DNA》打正旗號玩顛覆啊！尋晚節目首播，第一集就有才藝表演啦，梗係要去睇睇啦。Beatbox 版嘅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你問我愛你有多深，我不愛你有幾分。泰拳後嘅拉筋表演。地獄大提琴，仲有啊！有冇表演啊？睇相點樣可以入三甲呢？就要睇個額頭，額頭要生得高，印堂要開闊同埋飽滿嘅，咁樣先多貴人幫助啦。咁佢個鼻好靚嘅，不過側邊呢個顴骨呢冇兩嚿肉包住，襯托唔到佢個鼻呢，就變咗個人鬥心好低。照咁樣睇，其實才藝表演都算有啲驚喜嘅。不過網民就好似有啲嘢講啦，我都唔知自己睇緊咩，失望啊！真係睇唔到下咗咩苦功喎！比賽綜藝節目嚟㗎，幾好睇啦，算係咁啦。咁既然我哋咁巴閉啦嚇，係你啫。